天主的事宜，默想天主在過去如何拯救他的子民，並且到了最後時期，派遣他的兒子來到世上，做我們的救主。讓我們祈求天主完善他這聖子基督，使我們如願得救的工作，並使他救贖世人的工程得以圓滿。第一篇讀經講出聖祖亞巴郎聽從咗天主嘅話，祭獻獨生子依撒格，但最後天主憐惜咗佢嘅兒子。《啟示書》第13頁第13頁。恭讀創世紀，那時候，天主試探亞巴郎說：亞巴郎。亞巴郎回答說：我在這裏。天主說：帶你心愛的獨生子依撒格到摩黎亞地方去，在我要指給你的一座山上，將他獻為全燔祭。亞巴郎次日清早起來，把驢準備好，帶了2個僕人及自己的兒子依撒格，劈好為全燔祭用的木柴，就起身前往天主指給他的地方去。第3天，亞巴郎舉目，遠遠看見了那個地方，就對僕人說：你們同路在這裏等候，我和孩子要到那邊去朝拜，然後就會到你們這裏來。亞巴郎將為全燔祭用的木柴放在兒子依撒格的肩上，自己手中拿着刀和火，兩人一同前行。路上，依撒格對父親亞巴郎說：阿爸。他答說：可以，我在這裏。依撒格說：看，這裏有火有柴，但作全燔祭的羔羊在哪裏呢？亞巴郎答說：可以，天主自會照料作全燔祭的羔羊。於是兩人再繼續一同前行。當他們到了天主指給亞巴郎的地方，亞巴郎便在那裏築起一座祭壇，擺好木柴，將兒子依撒格捆好，放在祭壇的木柴上。亞巴郎正伸手舉刀，要宰獻自己的兒子時，上主的使者從天上對亞巴郎大聲說：亞巴郎，亞巴郎。亞巴郎回答說：我在這裏。使者說：不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，不要傷害他。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天主，因為你為了我，竟然連自己的獨生子也不呼聲。亞巴郎舉目一望，見有一隻公綿羊，兩角纏在灌木中，於是前去取了那隻公綿羊，代替自己的兒子，獻為全燔祭。亞巴郎給那地方命名叫上主自會照料，直到今日，人還說在山上上主自會照料。上主的使者由天上又呼喚亞巴郎說：我指着自己起誓，上主的斷語，因為你做了這事，沒
有顧惜你的獨生子，我必多多降福你，使你的後裔繁多，如同天上的星辰，如同海邊的沙粒。你的後裔必佔領他們受敵的城門，地上萬民都要因你後裔而蒙受祝福，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，讓我哋以短頌回應上主嘅。天主，你是數者的大事，你借予善事，天主意志的恩寵，是你與佢的子女在傳後各地，凡以增多。如此，你使你的僕人亞巴郎，又與你所誓許的，成為萬民之父。求你幫助你的子民，都能相稱地回應你的召喚，在你的恩寵中生活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各位請坐。第二篇讀經，讓我哋重溫天主帶領選民越過紅海，逃離埃及人手中嘅歷史。讀經後，我哋會立即以短頌回應上主嘅話。比如書第16頁。上主向梅瑟說：你為什麼向
色列子民起勁前行。你舉起軍章，把你的手伸到海上，分開海水，叫以色列子民在海中乾地上走過。你看，我要使埃及人心硬，在後面追趕以色列子民，這樣我好在法郎和他全軍、戰車和騎兵身上大顯神能。我向法郎、向他的戰車和騎兵大顯神能的時候，埃及人將會知道我是上主。走在以色列大隊前面的天主的使者，就轉到他們後面，雲柱也從他們前面轉到他們後面，停下，直來到埃及軍營和以色列軍營中間。那一夜，雲柱一面發黑，一面發光，這樣整夜軍隊彼此不能接近。梅瑟向海伸手，上主就用極強的東風，一夜之間把海水刮退，使海底成為乾地。水分開以後，以色列子民便在海中乾地上走過，水在他們左右，好像牆壁。隨後，埃及人也趕來，法郎所有的馬、戰車和騎兵都跟着以色列子民來到海中。到了晨時末間，上主在火柱和雲柱上窺探埃及軍隊，使埃及的軍隊混亂，又使他們的車輪脫落，難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說：我們由以色列人前逃走吧，因為上主替他們作戰，攻擊埃及人。上主對梅瑟說：向海伸出你的手，使水回流到埃及人、他們的戰車和騎兵身上。到了天亮，梅瑟向海伸手，海水流回原處。埃及人迎着水逃跑的時候，上主將他們投入海中。回流的水淹沒了法郎的戰車、騎兵，以及跟着以色列子民來到海中的法郎軍隊，一個人也沒有留下。但是以色列子民卻在海中乾地上走過去，水在他們左右，好像牆壁。這樣，上主在那一天，從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看見了埃及人的屍首，浮在海邊上。以色列人見上主向埃及人顯示的大能，百姓都敬畏上主，順從了上主和他的僕人梅瑟。那時，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這首詩歌，歌頌上主說：
主是我的力量和保障，他作了我的救援，他是我的天主，我要頌揚他。他是我祖先的天主，我要讚美他。上主是戰士，名叫上主，他把法郎的戰車軍隊投於海中，他把法郎的猛將沉於紅海。安徒淹沒了他們，將大石沉入海底。上主，你的右手大顯神能，上主，你的右手擊碎了敵人。上主，你引領你的百姓，我主，在你作為基業的山上，在你作為居所的地方，在你親手建立的聖所，培植了他們。上主為王，萬世無疆。天主，你昔日所行的奇蹟，今日現閃爍心輝，正如你昔日曾以大力的右手拯救了一個被法郎迫害的民族，現在你願意再生洗禮，拯救整個人類。求你使天下萬民都能成為亞巴郎的子孫，圓滿地進入以色列選民的恩許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各位請坐。喺呢個圓滿之夜，讓我哋祈求天主賜俾我哋嘅火心，去煥然一新，盼望主聖神充滿我哋嘅靈魂。喺言書嘅24頁，第24頁。恭讀厄則克爾先知書，上主的話傳給我說：人子，以色列家族住在自己的地域時，以自己的憤恨和作為玷污了此地。由於他們在此地所流的血，又由於他們的偶像玷污了此地，我於是在他們身上發泄我的憤怒，將他們分散於異地中、異民中，散佈在各國，照他們的品行和作為，懲罰了他們。但是他們到了應許的異民那裏，還褻瀆我的聖名。因此，當人們論及他們，便說：這些人原是上主的百姓，但他們卻應當離開上主的地域。我於是憐惜我的聖名，
藉以色列家族在他們所到的異民中所褻瀆的聖名。為此，我要告訴以色列家族，我主上主這樣說：以色列家族，我做這事並不是為了你們，而是為了我的聖名，藉你們在所到的異民中所褻瀆的聖名。我要使我的大名顯聖，即在異民中被褻瀆，藉你們在他們中所褻瀆的聖名。當我在你們身上，在他們眼前顯為聖的時候，異民就要承認我是上主。上主的斷語，我要把你們從異民中領出，從各地聚集你們，令你們返回你們的地域。那時，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，潔淨你們，淨化你們脫離各種不潔和各種偶像。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的心，在你們內注入一種新的精神，從你們身上取去鐵石的心，給你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。我要將我的神注入你們內，使你們遵行我的規律，恪守我的誡命，且一一實行。如此，你們要居住在我賜給你們祖先的地方，你們要做我的百姓，我做你們的天主。上主的話。讓我哋以短續回應上主嘅話。在群眾
你發出你的光明，並指出你的深道，引導我，帶我到你的聖山我居所。我
照亮這慈善之夜，求你在你的教會內增添義子的精神，使我們得到登山，並能以崇敬的山山侍奉你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為你及聖神是為天主永生永王。各位請坐。聖保祿宗徒話：我哋亦要經歷主基督嘅復活，而且同佢結合。經文係嚟書第27頁。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，弟兄姊妹，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受過洗，歸於基督耶穌的人，就是受洗歸於他的死亡嗎？我們藉着洗禮已歸於死亡，與他同在了，為的是基督怎樣藉着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了，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。如果我們藉着同他相似的死亡，已與他結合，也要藉着同他相似的復活與他結合，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舊人已與他同釘在十字架上了，使那屬於罪惡的自我消逝，好叫我們不再作罪惡的奴隸，因為已死的人便脫離了罪惡。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，我們相信也要與他同生，因為我們知道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亡不再控制他了，因為他死是死於罪惡，僅僅一次；他活是活於天主。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，在基督耶穌內活於天主的人。上主的話。基督復活嘅喜訊